论之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思辰一起承担。我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骗子夫妻联手演绎商业欺诈大戏，这群网友也太现实了吧！明明前几天还说你们是神仙爱情呢，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不是，等等，所以你们之前都是假的呀？现在是真的了。不是，他都知道你都不告诉我，李思辰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关系是假的吧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也知道，不对，是你们都知道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，你们欺负我呢。记者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暂时他们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。思辰，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做的？你有头绪吗？是冉曦薇做的。他怎么会知道？还有上一次时尚庆典的时候，也是他做的。不管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都一定可以解决的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打个电话给他，问个清楚。把我们这么多年回来。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，现在问他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思辰说的对，现在湾贸的市值瞬间蒸发了1.2亿，股市一直下跌，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件事情，最好能取得 Alex 的谅解，这样舆论压力应该会减轻一半。我已经向 Alex 发了邮件，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，就等他回复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产检，然后让思辰陪西西去看产检，拍下照片发在网上，最后再由姨奶奶出来澄清说你们只是在备孕，这样不就可以转移注意力了吗？不行，奶奶是无辜的，不能把她牵扯进来。这样不是最正确的公关方式，但是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呀。算了啊，我想个办法吧。我有一个狗仔朋友，他有很多那些明星的黑料，把他爆出来，那边燃了，我们这边就平息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可以。这不像上次的时尚庆典，只是一个单纯的八卦新闻。契约婚姻直接影响了 Y 贸和 CC， 甚至还包括了影视集团的股价。我不能再像上次一样抱着侥幸心理就蒙混过关了。我觉得也是，我们应该主动向大众说明真实情况，取得他们的谅解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你们的局面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，毕竟你们承受这样的危机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没关系，无论之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思辰一起承担。我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尹总，股东们紧急召开董事会，要对你问责。现在他们都在会议室等着你呢。知道了。好啦，去忙吧，我自己没事的。照顾好自己。哎，怎么就走了呀？完事了。